母亲，女儿我要回去了。何以即便回去？官人有事到来，都是无人作伴，叫女儿我再调回家。既然小夫妻恩爱，得为娘陪轿前去把言喜接来同志，也就是了。母亲，官人有事到来，叫儿在家回家，想着家中定有要事，女儿赶着前来侍奉母亲。女儿，你是哪里话来？别人家女儿回到娘家，都在世上所有，少爷要一约放归。既若言喜有事催你回去，为娘也不管多留之于你。儿郎，你恰在此之上晒5天，言喜面前是由我差人去讲。母亲应言将我领，好叫母亲在两难生猜对。现在丈夫回家中，他只怕母亲再难两见面。母亲，官人叫我在家回家，要不回去，他要他哪里呀？女儿，你今是归人，啥时在家回去？乡邻们知道，不把女儿是要挂为娘不是的。儿郎，你恰在此自顾一笑，明日一早为娘亲自送你回去。母亲，既然放儿回家，有必要留宿一小年，女儿我还是今日回去的好。不是。这个家会在人的那一家，女儿没有不归你，礼上还有爱娘亲，今朝在此陪娘亲，啥若言喜来挂在天那事情不敢等，小心我也来的他不的，做的是你很苦心，何不再起自己的，把这话说与夫人听。我大是某儿不为求三分明，母亲她的为女女及人命大为弟弟来知晓，来定一路要到迎亲，我只得全家不三生在情，再有母亲的为知我心好小弟，你太委屈了。亲母亲死而不孝在，女儿定要回家门。流离一速度，留不止嘛。现在咋不回家而去？恐怕永是夫妻不和。刘你手卷你夫妻不和，难道你嫁了丈夫就忘了为娘了吗？不是你生来是你呀，会说今生好商量。儿到王家坊已有不忠父命理不当，娘啊娘，你今在放儿回家去，到来早儿归，上上再带来王亲娘啊！并非为娘这一不肯放你回去，你可晓得，自从你欲归王家，为
娘这样放心不下，想得你好苦啊！为娘养儿18层，一生何奈我比儿才将是你懂孝道，早日升官报文，娘与不守。儿子翁，儿嫂不过娘担心。自从我儿成了家，娘在家亲手不冷清清，好容易盼得我儿来归，指望红军母女遇见，谁知道你这姑父来不顾娘，谁在亲娘了死病。难道你在永华才见不想把养育之恩放宽心？花不花春心愿下多天，女儿家非不与其听不明母亲她真是母亲的烈心中啊，她不见哪里的古代天道间，母亲千方百方只把女儿之故，母亲你自己保重，女儿我把必去了。小奴才，难道为娘病死在床上，你也要委屈不争？